2021年，我哋開始伯特利中學嘅服侍，進入學校接觸該校嘅學生，同佢哋分享福音，一齊喺信仰裏邊扎根。2023年，我哋開始通德學校嘅服侍，接觸學校入面嘅學生，分享聖經嘅教導，一齊加深對神嘅認識。藉着喺通德學校嘅服侍，我哋有機會開始接觸到該校嘅家長，同年更加開設通德學校媽媽組，喺當中我哋彼此認識，建立關係，一同認識神國嘅價值觀。感謝主啊！喺2024年，我哋更加有幸接觸咗元朗區裏面一所老人院嘅老友記同埋員工，開設咗喜樂全員長者聚會，我哋彼此分享，彼此激勵。感謝主，喺2025年嘅裏面，我哋能夠認識到一班喺天水圍青少年，見證住佢哋一步步喺主裏面嘅醫治同埋成長，實在感恩。2023年，我哋正式借用通德學校開始錦田區域嘅聚會。感謝主嘅恩典同埋帶領，我哋接觸嘅人越嚟越廣。希望除咗周日嘅聚會外，恆常時間都有一個聚腳點，盡心牧養、培育生命，加強社區嘅工作，並且為未來公營房屋同埋北都發展作出準備，迎接大收割。2025年尾，我哋物色祠堂村14號地下，喺神嘅帶領之下，順利租用場地，並且喺2026年2月8號正式舉辦咗第一次嘅主日聚會。主化遍家園，福音傳